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翻嚟 EY 學堂，我係姚松炎。今次同大家想回顧一下多次預警都仍然未能夠阻止宏福苑大火。呢場5級嘅大火奪走無數嘅生命同家園但係其實一直都有不同嘅預警，本來咧係可以避免噶。今集咧同大家回顧一下過去18個月，包括政府部門業界甚至民間咧，都有多次提出清晰而具體嘅預警。可惜咧，呢啲信號都未有得到足夠嘅關注，悲劇嘅來臨令到佢哋只能夠慨嘆一句：災難早有預警，本來可以避免㗎。今集我哋從6個方面去回顧多項預警，包括咧，其實喺2025年10月18號約莫係火警發生前嘅1個多月前因為喺中環咧發生另一宗3級大火，而火警咧亦都同棚網嘅阻燃功能咧係明顯有關係嘅。所以咧，署方咧係喺3日之後咧，即係10月21號馬上咧就向所有認可人士工程師同埋承建商咧緊急發出咗呢一封叫做就正在興建拆卸或進行修葺或小型工程建築物，在外牆裝設阻燃保護網、保護膜、防水油布、塑膠帆布須知裏邊咧係提出咗呼籲各位專業人士及註冊承辦商咧係要立即採取行動，檢視及確保你所負責嘅工程咧，佢嘅外牆安裝嘅保護網、保護膜、防水油布同埋塑膠帆布咧，係具有符合認可標準嘅適當阻燃功能，以防止一旦火警發生嘅時候咧，火勢嘅蔓延咁所以咧，其實10月21號咧，基本上咧，整個建築業界咧都已經收到署方嘅緊急警告，立即行動檢查同埋確保棚網嘅安全啦。第二同期咧 ，CIC 咧建造業議會咧更加咧係發出建造業安全信息第24、25號向業界咧更加詳細列明有關近期建築工地嘅防火安全措施㗎。開宗明言，亦都係因為咧10月18號嘅中環一場3級大火咧，令到署方同埋建造業議會咧需要馬上向業界咧發出明確同埋清晰嘅信號啦。你睇下佢發出嘅呢一份通訊咧，更加係用熒光黃第一項關鍵安全措施，指明外牆嘅保護網、保護膜、防水油布或者塑膠帆布咧，都需要具備適當嘅阻燃特性而且咧，更加比署方嘅通告咧更加詳盡就係咧講解咗，除咗要有阻燃功能嘅棚網之外咧，更加要注意工人隨處留下未熄滅嘅煙頭，同埋消防裝置工程咧可能未曾完成，又或者保養不妥善導致到消防系統不能發揮作用等等呢一啲常見嘅意外例子而呢啲例子咧可以話係同宏福苑大火之後曝光嘅成因問題咧幾乎完全吻合可以話咧係逐點命中嘅。所以 CIC 嘅文件咧其實已經再唔係模糊嘅警告，係具有高度針對性嘅風險提示。可惜再一次咧被業界忽略淪為紙上談兵㗎。第二，更加係針對宏福苑地盤嘅預警係直接由宏福苑嘅業主住戶咧係向多個政府部門多重投訴查詢，但係咧個結果咧仍然係無法阻止到呢場大火㗎。
其中咧勞工處嘅錯誤回覆啊，話棚網唔需要阻延咧，更加咧係受到廣泛嘅關注啊。嗱，譬如呢條引述啊，香港01喺2025年11月27號嘅報導講啊，勞工處咧去年起巡查地盤16次啊，本月咧即係11月啦，書面警告承建商咧需要防火噶。嗱，呢度就可以話有少少釐清，亦都知得更多內容啦。呢度簡單咧抽取裏邊嘅4段嘅部分內容咧，同大家回顧啊。佢就話網傳啊，有宏福苑嘅居民咧，去年係向勞工處反映啊，憂慮棚網嘅消防安全，但係獲得勞工處回覆咧，話棚網發生火災嘅風險係相對低噶。又稱咧，處方地盤安全條例之中啊，冇棚網或者任何物料嘅阻燃標準喎。咁當然啦，事後咧，勞工處咧就回覆香港01就話，處方去年咧開始共巡查咧宏福苑工程16次啊，包括咧係查看咗棚網咧係咪符合勞工處要求，多次係用書面警告方式提醒承建商需要採取適當嘅防火措施㗎。對於勞工處多次出信警告，但係當局點解都冇採取執法行動？咁但係咧，政府就並未有正面回應啦。嗱，咁呢度咧就反映咧，其實係居民係有向政府部門咧反映棚網嘅阻燃憂慮嘅。咁而咧勞工處咧亦都多次巡查喎，有向咧承辦商咧係發出警告嘅，所以預警咧其實係相當充分噶。嗱，咁呢度繼續報道就話咧，去到去年9月咧，就有宏福苑嘅住戶向勞工處投訴屋苑嘅維修工程，當中就包括話擔心咧棚網防燃嘅安全問題啦。勞工處咧喺同年嘅10月就回覆話咧，棚網只係屬於防墮物用途，無需做熱工序嘅，火災風險相對低。勞工處又表示咧，嗱，開引號嘅，根據現時勞工處所執行適用於建築地盤的安全條例中咧，並沒有涵蓋關於棚網或者任何物料嘅阻燃標準。咁咧又將呢個預警咧掃咗落地毯底啦。咁當然啦，處方嘅更新回覆就話，勞工處之後咧再收到另一名市民對該處電郵回覆嘅投訴，認為就棚網嘅解釋錯誤。勞工處咧跟進事件之後咧，認為嗰個回覆就棚網嘅阻燃性嘅內容係欠清晰，引致誤會。因此咧喺12月書面回覆投訴人咧表示勞工處一直係有跟進棚架上高設置棚網嘅事宜，並澄清該處嘅職員已經檢視咗棚網嘅產品質量證書，即係檢視咗產品質量證書啦。資料顯示咧，棚網嘅阻燃效能係符合竹棚守則所在嘅認可標準嘅。咁最後處方咧喺巡查中咧曾經發現工程有唔安全嘅高處工作情況又向相關嘅承建商咧發出咗6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又作出咗3宗檢控但係就唔知係咪同棚網有關勞工處咧最近一次巡查咧係去到11月20號即係1個星期前嘅咋，火警發生，並喺巡查之後咧再次書面提醒承建商要採取適當嘅防火措施嘅必要性係啦，咁所以咧個預警咧唔單止係涵蓋全港嘅棚網工程更加係直接針對宏福苑嘅工程咧，亦都係喺約莫過去1年裏邊咧多次咧係有預警噶啦。咁至於咧再宏觀啲咧，其實民主派議員咧喺多年嚟咧一直都要求要反圍標維修工程圍標嘅問題咧，至今都未解噶。尤其是咧呢一條短片咧，更加係令人惋惜噶。咁當時我都有參與2016年11月27號反圍標大遊行呢個日期咧真係令人感傷因為咧同樣嘅11月27號宏福苑火災嘅同一日，
9年前2016年啊，民主派咧嘅議員一齊反圍標大遊行啊！當時咧其實就已經清楚指出咧，香港屋苑維修工程圍標情況啊，已經無法無天啊！要求政府咧完善制度，打擊樓宇維修圍標嘅行為啊！但係可惜咧，9年嚟啊，情況都依舊噶。嗱，咁雖然話雲福苑嘅維修工程有冇受圍標影響咧，現時都仍在調查，但係廉署就已經發聲明指咧，就大埔雲福苑大維修工程可能涉及貪污咧，展開咗全面嘅調查啦。咁呢個咧引述咧明報喺2025年12月2號啊，題為咧承建商層遭檢控啊，捲官司維修顧問招標報告嘅失實，裏邊咧就係清楚指出咧，呢度直接引述啦，就係話咧呢個大埔雲福苑咧係透過市建局招標妥去就大維修工程招標承建商啊嘛，話咁啊收到57份標書咁多噶，咁啊去年咧嘅1月咧係通過3.3億元嘅維修工程合約噶，咁但係咧明報嘅翻查法團嘅網頁資料就發現啦，顧問公司咧喺製作面試分析報告之中咧，就將承辦商嘅標書分析裏邊有4項內容與實際情況係有出入嘅，包括話咧嗰個承建商咧係冇涉及法律訴訟，同埋咧冇被勞工處檢控，但係事實咧係有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嗰個潛在嘅圍標風險咧都相當嚴重噶。第5項預警咧就係我上集都有提到啦，喺2017年咧，廉政公署嘅青苗行動咧就係拘捕咗有關檢測機構壓磚仔造假嘅事件。咁之後咧，我聯同業界咧就提出需要進行交叉驗證同埋咧引入檢測機構嘅發牌制度噶。咁呢件事咧本身就係針對檢測嘅造假問題啊嘛，咁所以當年咧，如果已經能夠引入到交叉驗證同埋咧檢測機構發牌制度咧，咁今日個棚網咧就應該不至於出現魚目混珠嘅所謂蠱惑情況啦。可惜7年前嘅預警咧，今日無法阻止一場雲福苑嘅大火噶。好啦，而最後第6項預警咧，就嚟講下風水命理啊。今年年初咧1月28號我就以題為火蛇出洞嘅泡沫難測為題咧。咁裏邊呢度咧，我直接咧就有呢一個 cap 圖裏邊我就提到離火九運加上火蛇革變裏邊嘅細字咁寫2024年就開啟離火九運20年2025年咧又遇上火蛇出洞革卦就精變，所以60年前咧香港曾經出現股災，咁本台過去集中討論經濟同埋金融咁所以咧年初嘅短片咧都主要係集中咧有關譬如話匯豐收購恒生終於咧真係出現啦。咁但係當時咧就並未有直接去討論咧有關災變風險嘅疊加噶。而事實上咧九運就係長周期遇上屬火嘛，短周期火蛇出洞咧亦都屬火嘛，咁所以咧災變嘅風險咧可以話咧長短周期疊加噶。咁而咧事實上今年年初咧美國嘅一場加州大火，而年底咧香港又出現雲福苑嘅5級大火，兩者都可以話咧係世紀級嘅大災難而我喺2024年嘅10月10號咧亦都有另一條短片係回顧離火九運嘅預測有幾準咁裏邊咧就已經提到九運屬火所以戰火不斷，世界革命翻天覆地噶。咁但係都係咧
較多係集中喺世界經濟嘅分析，就並未咧深入討論有關咧天災人禍㗎。相反咧，其實如果大家真係喺網上咧可以睇翻，譬如呢個2025年1月28號真係年初咧喺聯合新聞咧就訪問命理師啊，咁你睇到咧，其實佢哋已經講咗啊，火蛇年啊，命理師憂天災地震引巨變啊，咁裏邊亦都清楚講咧，天干地支啊，成為火蛇年啊。所以大地不穩啊，火蛇年災變不斷啊，地震、火災、爆炸等等嘅問題咧，喺年初咧就已經作出咗預警啦。好，今日嘅討論到呢度，拜拜。